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陳昌堯師傅。首先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。好啦，又嚟到2026年嘅5月31日啦。今日係星期日，係農曆嘅4月15日。嗱，今日呢係非常好嘅日子嚟嘅喎。咁喺道教嚟講呢，佢就有鍾離仙師嘅寶誕啦。咁啊，佛教嚟講呢，就有釋迦牟尼嘅得道日啦。再加上今日呢係15嚟嘅，咁大家都知道逢初一15呢，最好就幫自己增運嘅好日子嚟嘅。咁去做一啲咩好呢？去食下齋啦。嗱，食齋呢就可以幫助到自己增福增慧啦。咁啊，運程都好大改變嘅可以。咁啊，記得今日就唔好殺生喎，多做一啲咧利益眾生嘅事情喎。譬如去放下生啦，咁啊多做一啲佈施啦，去捐下錢啊，贈醫施藥啊，咁呢你就功德無量，福慧雙收啦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咩日子先。原來呢係叫做月字嘅木蛇日，就生於1965年同埋2025年嘅人呢，就叫月字木蛇啦。咁今日呢佢伏吟，就係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蛇呢就要同豬相沖，就沖一隻呢叫己亥嘅土豬，就生於1959年同埋2019年嘅人呢，就叫己亥土豬啦。咁同時都沖一隻呢叫辛亥嘅金豬，就生於1971年嘅人呢，就叫辛亥金豬啦。咁今日沖豬之中呢，金豬同土豬呢就比較嚴峻嘅，因為佢係天克地沖，就係特別要注意嘅。嗱，蛇同豬相沖呢，就通常呢會應喺咩地方多呢？通常就好容易人事嘅紛爭啦，咁啊搞到自己好唔開心啦，咁啊思想上嘅煩亂啦，咁啊好容易招嗰啲口舌是非啦，咁啊身體方面呢，特別要注意啦，眼睛啊、心臟啊、泌尿系統啊嗰啲問題喎。咁啊嗱，記得今日小心呢個面部同埋頭部呢就好容易受傷啊！咁啊特別要注意呢就交通意外啦。咁呢我睇呢嗰個屬蛇嘅屬豬嘅今日過馬路呢要特別要小心啦，揸車亦都要注意啦，小心交通意外啦。嗱，逢沖呢就必動嘅，所以呢，我建議呢屬蛇嘅朋友同埋屬豬嘅朋友呢，今日要多做善事，去捐下錢啊，多做一啲利益眾生嘅事情啊，多做一啲佈施啊，咁希望可以將自己運程提高佢。咁呢喺今日嚟講呢，就好容易可以逢凶化吉嘅。嗱，今日嘅三煞位呢，就喺東面喎。咁啊，東面呢，就千祈就唔好動土啦。咁尤其是屬兔嘅人就更加不宜動土，因為東面呢係兔嘅方位嚟嘅。嗱，今日兩個時辰呢，特別要注意啦。一個呢，就係早上嘅9點到11點嗰個申巳時啦，同埋一個呢，就晚上嘅9點到11點嗰個丁亥時啦。咁呢兩個時辰呢，都要特別留意啦。嗱，今日呢，如果想催財嘅話呢，最好嘅方位就喺東北方啦，因為今日財神呢，就係佢居喺東北方嗰方度嘅。咁呢，用咩時間去催好呢？就係最好用個財神時啦。咁啊，今日嘅財神時呢，就係喺早上嘅5點到7點嗰個己卯時啦。咁啊，利用呢個財神時去催財，更加有效㗎。好啦，我哋睇下今日有咩幸運嘅生肖啊！原來屬鼠、屬猴、屬牛、屬雞、屬狗、屬兔，都係今日嘅幸運生肖嚟嘅喎。咁啊，究竟呢生肖有幾幸運呢？嗱，講到屬鼠同埋屬猴呢，佢就有天月貴人嘅扶持喎。今日好啦，講到屬牛啦，同埋屬雞呢，咁佢就有三合貴人去扶持佢。咁啊〜隻牛呢，就多一個就福星貴人喎，咁啊唔錯嘅。咁啊至於屬狗呢，咁佢就有個喜神啦，去睇住佢啦。咁啊至於屬兔嘅話呢，咁呢就有財神爺去睇住佢啦。
咁所以咧，今日咧幸運嘅生肖就係老鼠、馬騮、牛、雞、狗同埋兔啦。嗱，記得啊，想逢凶化吉咧，最好嘅方法就係多做善事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，咁就包你有運行啦。嗱，仲有啊，記得啊，因果都係自己種下噶，當然亦都係自己嘅收穫噶。你所給予嘅一切都係會回返到你身邊去噶。咁啊，大家要多做善事啊！好啦，今日就講到呢度為止，聽日再見啦，